麥先問同你睇天氣，一股強烈嘅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。本港今日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北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吹烈風。今日天氣非常乾燥啊，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曾經下降到40%以下。而聽朝早華南沿岸地區天氣寒冷，乾燥嘅季候風補充會喺星期五抵達華南。週末期間天色晴朗，朝早寒冷。睇下11點鐘嘅氣温係12度，相對濕度44%。強烈季候風信號、寒冷天氣警告、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，朝早部分時間多雲，天氣寒冷。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0度，新界再低2-3度。日間最高氣温大約係15度。睇睇內地嘅天氣啦，內地繼續受到寒潮影響，華北多個地區錄得入冬以嚟最低氣温。只係玻璃窗上面嘅水滴都因為寒冷天氣凝結成冰窗花，造成咁靚嘅圖案。寒潮今日繼續南下，影響華南同中國東南部一帶。上海市今日日間嘅最高氣温只係有0.4度，今晚到聽朝早更加會跌到去-4度左右。預計華南地區聽朝會最凍，廣州市會跌到去6度左右，之後氣温會稍為回升。而週末期間會有季候風嘅補充抵達，但因為強度比較弱啊，氣温只會稍微下降。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，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；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；上海多雲；北京多雲；瀋陽多雲；首爾天晴；大阪落雪，東京明朗；曼谷天晴；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落雨；雅加達落雨；胡志明市多雲；馬尼拉明朗；墨爾本明朗；悉尼明朗；布里斯班明朗；惠靈頓奧克蘭明朗；曼瓦伊塔、新德里落雨，卡拉奇明朗；溫哥華落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；紐約天晴，多倫多落雪，芝加哥多雲；羅馬伊塔、蘇黎世多雲，伯蘭克福多雲，阿姆斯特丹、倫敦、巴黎多雲。天氣講呢度啦，各位晚安。